囡仔咧搭水果，用趣味的方式消解富城的好食米，配合每年台南建城400档，市府教育局参与到文化艺术基金会，要将因这9年来伫学校推广家乡绘本的成果，参民众做交流。主办单位讲，顺带明年1月会对台北起稿，会甲册检原图提起全国巡回展示，让大家欣赏台南珍贵的点点滴滴。认识到原来学校以前是一个大水池，然后更了解学校。符合咱12年课纲内底讲的，伫真实环境内底去解决问题。对囡仔来讲，其实伊更了解这个土地，伊嘛对这个土地有认同感。当伊做成绘本了，伊嘛做有成就感的。推出家乡故事绘本的计划，拢总有60间学校投入，到单出版88本。嘛，落实台南每一区拢有独一无二绘本的目标。做绘本的过程，老师带囡仔实际去探访社区时代，让囡仔更加认捌文化，落尾才进行文艺甲多样的创作。主办单位讲，因唔干那做册尔，嘛用无同的手法来呈现家乡的水。有囡仔家己录音的故事。影音的部分伫网络上会当互大家看，更较特别的是，阮有一寡游戏，会当互大家看了故事了后，会当斗阵来耍这个游戏，会当互大家更较来熟悉台南。学生拢是头家做画家，虽然无丰富经验，不过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认为，透过安尼的方式，会使培养囡仔关心家乡的人文风貌，伊嘛希望用囡仔纯真的画笔，让大家认捌各地头的风采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